讲道理听没？哦，食歹穿歹，迄是电视的尔。哦，见一输三五过来帮忙咱穿，一领200-300块台嘛，真介意。哦，真正你穿迄一输1万块，讲新衫我穿这，一领300块嘛新衫，哦，嘛有人欣赏你的嘛无这个人就无人欣赏我的，哦，但是。啊，真正毋是小声，啊，你个迄个啥啊？哦，迄台北市长迄讲，讲食一克1万块，到食一克50块，放出来嘛拢小声。所以食愈好，进大三高愈大愈快。食上好，食上好，所以这将是控制发势力，专心求道。应本着六道补强的精神来进德修业。哦，你讲思先智，名著伫这边来讲，思上智，这个思人应先立定咱的志向。名著咱讲，这个思人爱高尚咱的志向。古人认为读书之先人，所忠孝才有立志。古人呢，讲认为讲，咱读册的人，第一的任务就爱忠孝咱的志向，从咱的志来做到义在有道，也就是在追求咱的人生的真理。只有道就是咱找咱人生的真理，真义实践这个真理，进一步去实践这个真理啊！这才是做事情应有之意义，这才是咱做人得道人应该有的意义。也是事人之使命，嘛是咱得道人的真正使命。因为古之师为庶民之心，较早是殊荣光商。古早是为庶民之心，因为进德修道为先，大家。爱进德修道为先，以作众生之典范，咱爱做咱的兄弟姊妹，做咱的邻里乡土的一个典范，做人的模范，教化群伦，而且咱身为前贤者，想尽办法提出咱真正智慧来教化咱的兄弟姊妹，不可念念靠体之后，唔通干那讲迄个靠体享受。如南书之先知，来比为所译述，那么他一定不是真正真正值得之人。所以，如果咱书的这个先知比外文来甲咱引诱去，伊一定不是真正值得人。所以论语所提。地主言话甲主罗有列，地主言话甲主罗做一个证明。言主当时飘逸，不改其乐；主罗温备温饱，衣被温饱，而勿以何乐食力。言主的言话呢，一当时一飘逸，当时飘逸不改其乐。那么主罗呢，伊拢穿好，做咧做官嘛，拢穿咧真好诶衫。毋过伊若交迄个穿破衫做伙，伊袂感觉讲见笑。该所谓不替王伊吃食，如言主甲主罗，才会当讲是咱书之有道诶人，才值得交伊论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一道求道学道了。一定袂使讲我生活遮艰苦遮困难，孔子伫丁错做命时阵，种命弟姊妹受课，伊来讲克者上天之先者。伊讲丁财企业，莫之兴而三主百业。丁财受着困难，受着困境，是我荒漠的应许，嘛是恁一只随我无可的人的应许。讲靠着上天之生存，靠就是上天甲咱生存啊！毋知伊在讲，
君主国强，甲小人重视人。主路听老师安尼讲一句，就我气去。抑无主路迄母的啊，伊甲扛即事遐都爱困苦。伊就入去啊，就受苦了后，咱顶厝全面含米饭拢无食。主路脾气就发起来，就走入去问老师啊。主路啊，君主会有强哦。老师，咱到处咧宣扬道德讲义，敢有遮困难呢？孔子甲学了主路，孔子若甲学了主路，主路就发脾气咧，伊迄不会啊。孔子甲讲，君主固强，小人重视人。君主伫恁强权当中，甲固守强权的条啊。伊若小人遇着强权，就放马有啊。主路惊着啊，惊讲目了就是阮老师的小人啊，怎么听？也是即款，修道，咱有闲的时阵，咱家己自我反省，我人生这条路要安怎找到我真正的理想？我的理想中要安怎来发挥到极致？安尼我世人来出世间毋当无袂好这是大家互相勉励这个是到这，最后做咱两兄弟五点，谢谢。坤道公，正直正将家母平安公，坤道公，在公，端公，感谢不言不对公，感谢感谢不对公，坤道公，在公，端公，感谢不言不对公，感谢感谢不对公，一起持驾。向目标与平安公与田道公，在公，三公，出驾田女公，送驾不田女公，出驾哥田女公，坤道公，在公，三公，出驾田女公，送驾不田女公，出驾哥田女公。好，谢谢我。cảm ơn không chỉ niệm vui cả thường nữa thì thường đã coi hiện ra trăm trăm phiên sinh khởi theo trăm trăm